换对更后生的机会。愿信心的大规律，甲阮每一个家己手的同在，透过敬拜和乐，一切荣耀归上帝。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今日三主节的教会，咱要斗阵来敬拜上帝。伫咱要敬拜的内心，请咱献开信心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来，我真爱讲这故事，天地浩渺的事，阮主嘅大喜人光，已经大真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信心。254首 A， 我认救主无惊见笑，无惊见笑，254。来，我认救主无惊见笑，何等真知足意，何等。伫迄个第三、第四铺庙、第三铺庙甲第四铺庙遐唱较大声一下，吼，安尼较好食。好，咱搁一摆，第一站。
内心来做今仔日的敬拜。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信诗第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信诗第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请会众起立。我
请由阮徛伫同齐用使徒圣经做信用告白。请，我信上帝，创立的地，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临来受苦，顶死伫地，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教读启应文，启应文第6篇。启应文第6篇是对诗篇23篇来的，我来启恁来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的灵魂静音。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敌的面前，令油抹我的头壳，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当心压头来祈祷。听阮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今日阮做伙组织伫你的圣殿，带着感恩国敬畏心来到你的面前。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是阮性命的根源，也是阮唯一的救主。阮是你创造的，阮是你的百姓，也是你草场的羊。主啊，阮承认伫世上阮常常软弱，亲像羊仔行袂路，阮亲像有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阮的心不时受到世间的事来影响，毋论是偶像，也是外邦人，也是其他的事物来雕了阮的心，来替换主的地位。主啊，总是阮所得到的，不过是毋单是平安甲喜乐，颠倒是忧闷甲受苦。主啊，求主赦免阮，阮要来做伙来学习主的话语，帮助阮搁一摆来反省悔改阮的性命。求主透过今日的经文，甲一个牧师的引带，互上帝的话一开听就发出光，除去阮心中的黑暗。我的心搁一摆归向主，专心来跟对主的脚步。阮伫信仰的道路，袂过脚踏两只船，因阮知影，阮的一切拢是你所收拾。你是独一真实永远活的上帝，你是阮的上帝，是阮的大牧者。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信实传到万世代。只是求圣神来兴起阮，阮伫敬拜当中只有仰望主，阮的目睭无搁看到世间的偶像来天盘，无搁倚靠人的才能、势力也是聪明，乃是专心倚靠主的大权能，主的救恩甲丰盛的恩典。主啊，只是求主拍开阮的心门，将一切荣耀、颂赞、搁尊贵，拢献互你。恳求主赐予阮今仔的敬拜，恳求圣神伫遮对口到尾甲阮同在。阮对今仔的敬拜当中，若领受教导，也得到生命的活水。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性命来求。阿免。
学路，信歌队要用来领受上帝祝福，来献给上帝，请信歌队。愿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主来，愿圣神愿灵感动咱徛起人心内，愿咱军队伊会引带尽心托塞上帝，享受上帝平安福气。圣经记载伫以西结书
第23章46节到49节，伫周报后壁面，请听我来读。主耶和华安尼讲：我要带济济人来攻击因，互因受下来下去，拄着手段。遐人要用石头钉死因，用刀剑刣死因，搁刣生因的囝、查某囝，用火烧因的厝摕。安尼，我要互境内无阁有淫行，通互一切非人人受警戒，无定的淫行。人要照你的淫行报应恁，你也要担当才会拜偶像的罪，恁就会知我是耶和华。圣经读到遮，进度以前牧师要用卡打2只船的信用来甲咱大家勉励，时间交互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搁一遍保守引带，互阮安宁过一礼拜。愿你的信心大开咱，有医治，有怜悯，有安慰，临到阮在座每一个兄弟需要兄弟姊妹的心情。愿你的话带互阮开咱，搁较毋忘。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大家平安。咱顶礼拜举行结婚35周年的感恩礼拜，大家会记得袂？有15对的旧，搁新的人吼，行红地毯，非常的热烈滚滚。结束了，有真侪人在牧师分享，非常的感谢教会有这个机会。因感谢上帝对因过去的保守，对因性命的看顾。咱知影婚姻要做伙35年以上，其实毋是想的遮简单。牧师有去调查过吼，内政部吼有统计，咱台湾即摆是全亚洲离婚率高居第2名啊。113年有12万对的人结婚，嘛有5万对的人离婚。差不多离婚吼，拢是差不多10年来，10年来有50成的人离婚。离婚的原因真多哦，毋是牧师要研究的。但无管如何，这个离婚这个现象，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影响超过咱想的。咱安尼想的话，有5万对，代表对5万的家庭的影响。其实毋是5万的家庭，10万的家庭，男方女方有10万的家庭的影响。无管对是当事人，还是因还是因的父母，因内心的创伤有真大。结婚要35周年以上，除了夫妻2个人爱健康，爱健康哦，2个人爱伫爱健康，嘛爱努力维持婚姻的关系。其中上重要是2个人爱专心一致啊，2个人爱专心一致，双脚袂使大相存啊，同心做伙，吞忍、包容、扶持，2个人较有法度安尼慢慢行10年。15年、20年，甚至咱顶礼拜有59年的。双脚大相存是描写一个人做代志3心2意啊。咱知影无专心一定会出代志，咱可能无经历双脚大相存。牧师有啊，有经历过。什么叫？毋是我的哦，我是讲真正的好啦。你进门的时阵，我会记细汉的时阵，哦。有2只船靠做伙，你毋知？靠做伙，但是咱是要去外口迄只船，所以咱先行过即只船。有一个中间就是会双脚大相存，迄阵上危险。就是你踏即个，搁靠迄条船，应主啊来，你就跋倒。
所以我有这个经验，双脚踏上船是非常的危险。信仰其实嘛是安尼，咱袂得啦，当双脚踏上船，咱袂使想要敬拜，想要这个上帝，咱讲想要这个世界。直到上帝审判临到时啊，都袂赴啊，咱毋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46节到第47节。咱掀开周报后壁面周报，咱做伙来读。来，请主耶和华安尼讲：我要带侪人来攻击伊，互伊受迄来迄去，拄着抢夺。遐个人要用石头钉死伊，用刀剑刣死伊，搁刣死伊的囝、查某囝，用火烧伊的厝体。请上帝审判临到的时候是真悲哀、凄惨。主上帝讲的话一定会成，因为上帝是历史的主，有伊的独权人。上帝呼召外邦人的军队对上帝子民啊攻击甲审判。我是要搁带大家来回想一个以色列的历史。因为历史是上帝救赎的历史，当无数你带咱引出时，嘛是受咱嘛是参与共款受救赎。上帝呼召因的始祖亚伯拉罕离开原本所住的所在，开始一段倚靠上帝信心的旅程。上帝阁差派摩西救赎以色列脱离埃及430年做奴隶的日子。原本因想应该有新的日子通过。但是以色列对上帝信靠无够约，过去受奴隶的日子限制因的思想。简单讲，就是以自我最中心，这个自私的思想，伫因的心内。当因想要靠家己以外行袂落去的时阵，因就后叫上帝来帮助。咱常常咱嘛是拄着这款，敢毋是？咱需要时阵较需要上帝。这款反反复复，那个背骨的行为，就是脚踏两条船的信仰啊。但是上帝怜悯不断临到以色列这个民族，40年了后，约书亚带领新的一代以色列人离开旷野，进入了迦南地。但是人性总是软弱冷静，新一代以色列人依然无法度啦。专心一直啊敬拜上帝，因常常伫生活的中间，就受肉体的顶面、目睭所看在外在的需要，啊，佮有侪的偶像。偶像无一定是咱这民间拜迄个叫偶像，侪的偶像啊控制吸引，共款含入啦脚踏两条船的信仰。我感觉上帝是真正有忍耐的上帝，上帝真正无大生气，伊个忍悯人的上帝。你代表最王的时代，以色列的国势来到上大的祝福，但是真可惜，连这个世界上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伫伊人生的路尾，互伊的某吸引去敬拜其他的上帝，伊的心无尊全过耶和华。无尊全代表啦，无清气啦。意思是讲，连所罗门王都含入啦脚踏两条船的信仰内底。坦白讲，如果连所罗门王遮有智慧的人，拢会陷落去，何况是咱呢？何况是咱？这对咱真大的提醒就是，咱信仰的顶面，咱唔通马虎啊，咱袂使骄傲的。咱要小心，要警醒。今日的经文背景的主题就是上帝审判临到两个姊妹啊，因为这两个姊妹啊背叛疼惜伊的先生，这两位姊妹就是继续所罗门王了分做两个国家，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这个上帝所疼的民族。伊的信仰起起落落，互上帝心真担心。因拄着问题，毋是第一个时间求救上帝，
这嘛是咱常常犯的问题啊。常常咱想要用咱人的方式来处理。以色列伫迄阵，因政治上，因想要挖靠埃及，甚至挖靠巴比伦，先靠是要挖靠亚述。所以，因为跟他脚踏2条船呢，因的心是脚踏好几条船，就是安尼。上帝有缘怜悯因，这摆做的先知传讲真理的教导，对因有做劝勉，希望因爱悔改。到你遮无需要停落来，咱做伙来思考。以色列人拄着救赎恩典，咱嘛有领受着啊。咱诚做伫万人的中间，咱受拣选，诚做上帝囝儿。但以色列人拄着困境，双脚踏双船的信仰，是毋是也诚做咱这世代基督徒上大的困扰？无说毋是你讲别人，是讲咱哦。咱嘛是有这款的困扰咧。好消息是，上帝虽然是公义审判的上帝，但是上帝嘛是愿意怜悯人的上帝。过去对以色列人是安尼，如今对咱嘛是安尼。咱会袂记上帝，但是上帝的信心常常地提醒咱：每人啊，你爱悔改，你爱离开歹活头。等下教会，来到团契。上帝囝儿就是咱需要伫信仰的团体、生活、卫生、服侍的过程的中间来操练。无须知影，无人爱操练，若咱较做兵爱训练、爱操练。当咱感觉哇，这个运动员吼，哇，拍球真厉害。但是咱拢毋知影，伊私底下的操练是偌严重。咱看人弹钢琴的时阵，咱真新鲜。咱毋知伊，而咱无看时间是花偌济时间了咧操练。操练毋是负面的，操练嘛毋是重担。操练的积极面是呢，其实是上帝对咱人的怜悯啊。就好亲像咱老人吼，咱即摆老人吼，咱讲老人要老上对什么开始？骹开始。咱拜一下晡，咱社区有健康操、活力健康操吼，每一遍吼健康操吼点半钟的款，操了后吼，无输嘛有参加，操了后差不多2-3工，伊拢哀叫。哦，身酸啊，骹酸、手酸。但是因为安尼操练，无输嘛，还是迄长辈因的肌肉愈来愈厉害。因有肌肉，就帮助因较无容易受伤。所以当咱要诚做上帝囝儿，某一个角度咱看，咱袂来，毋是清清彩彩真轻松。啊，我真有感动，我受洗诚做耶稣的囝儿，毋是遮轻松。因为咱常常会拄着恶者的攻击，咱嘛常常拄着属灵敌面的征战。但是咱毋免惊，上帝会照咱每一人的恩赐才能做好的安排。但是当咱无意识到什么代志，当咱受洗。要成做耶稣的囝儿，咱都毋是咱啊！灵意节就不是在灵意节，咱每一人是属啥？是属基督、属耶稣。信心伫咱的身躯，但是咱无意识到，咱这个身躯，咱这摆人已经属基督。咱有缘无永稳，无法度控制的代志，突然间伫咱的生命中发生。突然间呢，生老病死、意外等等，有大有小。咱无宁愿团契中间有淡薄摩擦，这款代志发生，而是咱家庭有发生。
早起牧师去进学因兜下骹下面有一个全家因为全家就是牧师的家啦我早起去买咖啡，行较远，行去行一个，因对12楼的外墙落落来，外墙掉下来，唔知当时哪个唔知啦，昨天就掉了吗？昨天就掉了。迄个砖块有够大地哦，有够大地，遐弄有人会死人哦。咱影响常常有真多意外发生。咱主观认为咱有这个信仰，咱有祈祷，咱有智慧，上帝应该来保守咱凡事平安。也是安尼，咱就渐渐的陷落甲其他宗教同款。其他宗教是交换式的信仰，安尼是真有用。交换就是讲，我有在你求，有在你拜，你就爱祝福我。其实咱拢知影，咱人的头脑甲咱目睭看的，甚至是咱想的，对代志判断，常常是有受限制。连上聪明的所罗门王，伊都想袂清楚。伫甲咱有时常常逃避上帝透过多的事件对咱性命的修剪甲操练，也是安尼。咱的信仰的路程，意思讲咱的人生到底是要往东还是要往西，都毋是应该是咱家己讲算哦。当做基督徒，毋是讲咱完全照咱所想的、所意的。咱爱食肉，咱爱食青菜，照咱的意思，毋是哦。咱服侍同款，我爱经轻松的，经我意的。感谢上帝透过咱的教会，透过团契，伫咱的生活服侍，诚做咱信仰顶面有真大的操练。上帝互咱伫即个中间组织，咱读圣经，咱明白慢慢明白上帝。这拢是爱时间慢慢明白上帝。咱伫即个信仰内底，咱学习奉献，参与各项的服侍。拄有问题的时阵，咱会彼此关心。咱的周报有真侪代祷的事项，有时牧师的私底下有人知，牧师讲，牧师某某人咱会特别加迄出题式，拢爱特别来祈祷，大家拢会关心。咱学习接受兄弟姊妹对咱的疼，咱毋茫去疼人。咱学习三呼吸，甚至咱的信仰内底学习三吞忍啊。恁知影牧师嘛？常常你常常你吞忍恁，恁知毋知？真正看袂通落去，我嘛咧吞忍的。而且看咱做礼拜有人咧看手机，我嘛爱吞忍，你知毋知？牧师嘛爱吞忍的。聚会时间到啊，你安尼差两三分钟袂要紧。你才迟到半个小时，牧师嘛爱吞忍的，这拢是真好的操练。服侍过程中间有难免，互你认为无照你的规矩的，无照咱的意思的，互咱感觉啥无爽快的代志。真正服侍过程中间有做牺牲伫咱的中间啊，这个年假。何必来唱圣歌队咧？去佚佗就好啊！这年假落去佚佗就好啊！何必来做礼拜？有时这个拢是上帝对咱信仰顶面的操练，要将咱生命中的零角角，咱有真侪角你敢毋知？有记咱年中的角较侪，你敢毋知？牧师安尼讲哦。因为牧师嘛真吞忍，你敢毋知？咱有真侪角爱修剪，你敢毋知？牧师去读，牧师受呼召嘛，互修剪啊真严重，你敢毋知？较知影较早牧师的毋是即款型，你敢毋知？我互修剪啊呢，像即个花啊修剪啊，叶青姐修剪啊呢，安尼，咱愿意接受安尼的操练修剪无？兄弟姊妹。
伫咱信仰的旅程的中间，咱应该有真侪修剪的经验。啊，无你要求上帝，互你操练。以前牧师33岁受洗到如今23冬啊。回想这23冬的日子，嘛是一种信仰顶面的操练啊。回想23年，对我来教会时就开始接受一连串信仰顶面的操练。但是迄当时我完全无了解，上帝就是要怎操练，我唔知影。我戆人邀请我去参加圣歌队，参加圣歌队，我知哎哟惨啊！迄是逐礼拜不断付出时间的操练呢。圣歌队无简单呢，拜六来操练，礼拜要较早来，圣诞节开始，今日中昼12点爱搁训练。哎哟，我唔知影去参加圣歌队爱操练呢。接受无偌久的时间，我说好，阮的迄阵牧师早邀请我，戆就答应去带领社青团契。带领较知影，我陈志梅牧师，哎哟，既然敢圣诞做陪伴的职能的操练呢，咱爸爸妈妈有问题嘛，要找辅导咧，两个冤家也要找辅导咧。我哪会知影操练？过来有几啊年的时间，迄个圣诞节的晚会活动的负责人是我咧。我爱承担一寡协调的操练，然后固定参加周间团契的聚会、祈祷会，帮助我对真理有真多的操练。你生活经济无甚好的时阵，我游玩出手10分之一奉献信心的操练。最后受呼召讲全世界的大神读册，经历上帝任命我的操练啊，40几个去读册，唔是遮简单的。迄也唔是上帝任命3年无可能读得了。然后上帝搁一遍呼召我甲姊妹牧师来建成牧养恁，迄是对阮有多磨的操练啊！以前牧师古遮个信仰的操练经历，是我嘛家己咧算小主伫我心内稳定。相信在座咱的兄弟姊妹有同款是呼召一某一寡团契事工，互使较操练。可能过去你有捌拒绝，还是呢？你当逃兵走啊？操练有爽快无？有无？圣歌队员操练有爽快无？逐礼拜拢爱来。潘哥，你咋支持者有无？有。多谢。其实操练有时毋是遮爽快，你知毋知？你用爱餐料理负责有爽快无？无一定遮爽快咧。当然，志工无遮爽快咧。受调性的迄当时，甚至是艰苦，甚至咱是犹豫的，因为咱原本认为相信的，咱固执坚持，咱骄傲自尊的，拢受定心来起造，你都毋知，拢在咱拍破，我去读新行医进前，伫阮母会的美元教会，牧师算灵魂人物哦，你都毋知吼。但是我感觉迄回想迄阵有真侪用世俗行销的方式要来行销教会，从我闹得滚滚。常常伫拜六下晡一寡人落伫捷运站，比如6号出口，来唱发宣传单啦，发面子啦，有来弹吉他、唱歌一寡物件，搁去社区报道，真多。但是慢慢，上帝才教抹掉，才操练。咱拢爱活到老学到老，咱的信仰嘛是同款，活较老，爱继续互上帝操练。就亲像咱的教同款，迄个教抹掉的时阵，
是会疼咧。你愿意互破无？就好亲像今仔日最后两段经文48节到49节安尼讲，咱做伙来读一个来48节到49节。来，请安尼，通互一切的富人人受警戒，无学恁的言行。人要照恁的言行报应恁，恁若要担当这拜偶像的罪，恁就会知我是耶和华。上帝绝对无容忍伊的子民三心两意。我哈姊妹牧师嘛无容忍我三心两意，我嘛无容忍伊三心两意。夫妻要行久不长，本来就是你眼中有我，我眼中有你，本来就是安尼。上帝对咱嘛是安尼，以色列甲犹大的毁灭，互咱知影上帝的确会管教。咱千万唔通心存侥幸。要双脚踏双船的信用，上帝一定会管教。原来约翰福音书15章第5节，耶稣安尼讲：我就是葡萄树，恁是枝，踮伫我，我也踮伫伊的，就结果子侪侪。你看呢？离开我，你就啥物无法度做；离开上帝呢？无法度做，甚至呢会受审判。而信仰顶面，咱受操练，不但毋是重大。我在座有真侪兄弟姊妹，你受操练拢知影，就是互咱甲上帝相结连的机会咧，哈！所以咱较有法度经历啦，愈服侍愈甘甜，就是安尼。伊各位兄弟，当咱第一坚持操练落去，就伫咱无发觉的过程中间，咱的信仰竟然渐渐脱胎换骨咧。咱的信仰会渐渐脱胎换骨，咱的人生的底面，咱会改变咧。人看到你会加看你多看你一眼，因为你面会发光，你都唔知。你会改变。因为咱会更较明白上帝，咱会更较疼人，咱会更较有吞忍，咱更知影上帝互咱活入世间的使命，咱意义是甚物？这是牧师家己的经历，嘛是牧师陪伴这8年我陪伴咱教会遐侪团契，常常听到兄弟姊妹的分享。只有7首参与伫教会。参与哩团契的服侍，一礼拜、2礼拜可能还无感觉，1年、2年，服侍操练反正真做咱信仰顶面袂使无的一项代志，让咱好亲像咱做礼拜共款，咱等于咱逐礼拜爱去做礼拜，袂使无的一项代志。社青因逐礼拜拜4宴。8点的聚会，上班了要过来聚会，毋是遮简单。常常听伊分享，牧师，我搁上班较忝，较晚，我嘛要来团契。因为你服侍参与的过程的中间，因家己亲自经历了主恩典的滋味啊。你上班的真烦心的中间，来到教会，上帝就在医治。上帝透过兄弟姊妹互相陪伴，听人讲的烦恼人有人搁比我较严重的人。伫团契中间，信心就开启咧遐安慰，甚至带来望甲平安。兄弟姊妹，服侍的中间，互咱渐渐成做基督的军兵。只有成对主耶稣的军兵的人，较有法度主动世俗价值观对咱的引诱啊。咱无去成做双脚踏双船的人，咱过着双脚踏双船迄个信仰，咱更较有法度专心一致来倚靠上帝。未来毋是遮简单，但是咱若倚靠上帝，
咱较有法度面对未来的挑战，过着有主同在丰盛的生命。咱等下要做伙来领受圣餐，每一摆领受饼甲杯的时，咱来纪念主耶稣。咱来少年主耶稣为了咱众人的罪过，受钉伫十字架顶啊！每一遍你领圣餐的时阵，嘛是互咱当心提醒咱来常常来悔改。主耶稣感觉佫是咱的主，咱来认罪，咱毋通袂记的，咱甲主所立的新的约，咱当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万人的中间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你透过教会，透过这信仰的大家庭来培养阮，对阮信仰有大大的操练，啊，帮助阮有气力、有勇气来接受主你对阮的操练。阮知影，伫操练的过程的中间，主会陪伴伫阮的身躯边。伫阮的操练的过程的中间，互阮哪来哪亲近主。主，阮感谢你，感谢你的怜悯疼痛，令甲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回应诗信诗第254首 A 调，我认救主无惊见笑。信诗第254首 A 调，我认救主无惊见笑。会众请起立。我认救主无惊见笑。我
时要来举行圣礼典，时间交互主。这时咱来准备守主的圣餐。伫开圣之前，咱做伙坐日来吟诗，圣诗21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215首。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你来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归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决断袂枵，信我的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我决断袂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直直。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昔日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有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奉袂迄暝有提饼祝谢来爬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嘛安尼捧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肺昔日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奉袂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照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先咱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求你找信神来审判阮，也审判这个摆伫你面前所守护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惠，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性命。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听好势。
这是基督的身躯，为了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参加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会失日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服侍会当讲。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会死日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咱三个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等阮搁一遍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所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
对答以后，通用公理，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要来进行奉献，请同番的同工。3个就可以了，3个就可以了，3个就好了。3个就好了。会众请起立。请坐。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顶面。教会以上成全正圣道万民该祭司，咱做伙用读经祈祷、委身服侍、彼此相听来做伙来努力。公道的事项第1点。愿圣神帮助阮注目看耶稣，专心一意跟对伊的脚步，一世人以敬拜甲服侍荣耀主的名。第2点，为教会集体有陈王兰、沈淑慧、陈德明、赖清光、
黄仁和、陈秀荣、杨若琳、许佑玲、林燕婷、林以诺、李雅娜、陈怡君、杨志坚、林春枝，为4位运程的姐妹詹若瑜、吴以轩、陈婉柔、林子瑜。第3点，为明年度各团体会长改选由主备办，阮要做伙伫基督内面生意军心的变化，诚做无见效的工人。第4点，为花莲光复乡等灾区的清污、甲卫生、安置、重建等，求主怜悯医治安慰，属下智慧、信心甲毋忘，同心压头的祈祷。主上帝，主啊，阮今日做伙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会带领，透过今日所说的进度，互阮搁一摆了解。主啊，阮诚做上帝的儿女，毋通相卡当相做。主啊，我也今日透过圣餐、修圣餐，搁再一摆了解主你的基督爱听，你互阮死，你是去的着。主啊，这是阮献上我的祈祷，求主诚心来听，我要为着阮家己、阮的服侍，也为着阮教会主的集体，主啊，阮的信心、引带、万赞、医治、安慰，当阮来行人生的路程，主啊，你较歹走家己上工行，主啊，你诚做阮困难患难中的帮助。主啊，我看到花莲原遮阮的百姓，因为大雨来受苦，失去的亲人。主啊，真多也是阮的兄弟姊妹真痛苦。主啊，总是伫患难中望看你，看阮怜悯的疼心。主啊，阮三个帮助，三个扶持。主啊，我是伫患难中，然后看到你。亲爱的主，今日是阮主持你的面前，谦卑来敬拜你。阮将一切颂赞荣耀拢献互你。你是调阮出黑暗入光明的上帝。感谢你设立敬神教会，互阮会当伫遮做伙领受上帝的话，领受上帝圣洁的万赞甲保护。上帝啊！当阮大概为着教会异常祈祷的时，愿主颁赞阮主神伫耶稣基督，害咱的十字架来群地主。愿阮的性命透过真实敬拜甲服侍，渐渐长大成灵，来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我也继续为着教会集体祈祷，恁亲知因的需要，无论是身体健康、心灵的安慰，也是怀孕的平安。求主亲自来带领甲看顾，互因虽然伫苦难中，也是困难当中，不断经历你的慈爱甲信实。主啊，我也将明年度各团体会长改选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亲自兴起下主心意的人，重新服侍主的教会。主啊，为着花莲受灾的人民，我来为着因来祈祷，求主怜悯看顾所有亲友安置甲重建的功课。主啊，求你特别看顾遐个失去亲人的心灵，安慰遐遗族，真济嘛是阮的兄弟姊妹。求主安慰遮个失望的家庭，各属下智慧、信心甲毋忘，互阮伫患难中。若看到上帝的疼，嘛看到阮彼此相疼，经历你丰盛的慈爱。主啊，愿你感纳我的祈祷，坚固我的信心，互阮一生行伫你的真理的道路，专心来跟对你。这是阮要做伙用主所教示阮的主导文，同心祈祷讲：
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高灵教，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式今日所愿，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我的人。无顶带阮离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请掀开旧报，咱做伙来看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普世圣餐纪念主日，礼拜当中举行今年度第5摆的圣餐，甲主当制度。今年度下半年圣餐的奉献对象是社团法人台北市会盲教育学会，请为着视障者的职业重建以及就业辅导的需要，关心大道。第二点。本主日下晡4点，伫教会1楼举办中秋烤肉，请已经报名的兄弟教士按照关怀部的分组名单来出席。第三点，10月6号到9号2位牧师转去金门，10月8号，所以后礼拜拜三的按时的查经基督会。暂停一摆。第4点，第4季学赛白班表已经搭伫公布家团客内群组，需要纸本的兄姐请到1楼招待桌自由索取。第5点，第4季的新眼光读经的手册已经伫招待度会当来摕，请大家照每日照的进度来经历上帝满满听。团契消息第1点，要过来的拜5甲拜6，阮轻色团契有一个生活营，地点伫宜兰，2位牧师要对阮做伙去。第2点，信乐队指挥杨若琳老师因为因故要小会来请假，今年的圣诞礼拜练唱从今天开始，所以对今日指挥一职10月起由潘廷一执事暂代。上尾一点中会消息，针对花莲这个灾情阿美中会教社部第一时间一直有设立灾害应变救援中心，来前往救援灾情通报、物资调配跟无用的关怀等等。那请兄弟兄弟为着灾区的需要来奉献。奉献的资讯已经刊登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的网站，敬请多加利用。以上。牧师补充一下团契消息第2项咱圣歌队指挥杨若琳毋是发生什么代志，但是嘛是大代志啦伊的腰脊椎这边要动一个大刀预计11月10号在马偕医院那杨若琳是哪一位呢？杨若琳姐妹站起来一下，让大家我们大家要替你关心代祷，来，我们鼓掌来给她打气她这个是一个大刀啦真的一开完之后就要躺在床上好几个月休养求主咱帮振英甲嘉伟因这个3个孩子他们这个家庭伊过去对咱信歌队真的是不眠不休陪伴因带晚上接福因。感谢牧师的补充。奉献民生若是错的漏交的，请干事来订正。以上。上营信息第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因时煞请牧师祝祷，会众请起立。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恩典救你，也因主必还。
家园平安的上帝，就是拜伫永远的约的会，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门。阿门。会众请坐。礼倒必会。